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咱过来讲成语，讲台湾话的成语，讲台湾人爱斗死你的成语，有悬就有低，有大就有细。来，古今今日来招你探讨一个大咧，大的成语头一句，咱来讲大人大种。咱知啦，咱知影大人大种，就是咧讲成年人，已经唔是囡仔人啊，唔孬。在你大书店内底甲咱教讲吼，往往咧应用即句大人大种，拢是咧指责对方，讲已经成年人，毋过你做的代志无像成年人的行为。简单讲大人做囡仔头路安尼，咱常常在咧讲大人大种啊，唔好安尼啦。所以即句大人大种，头一字甲第三字拢是大，这原来咱台湾人特别斗出来4字的成语。往往啦，咱咧讲即句的后壁拢会接。大人大种啊，做工课唔通安尼大主大意啦，大主大意，原来4字的成语。咱知影主意就是拍算，就是决定。啊，大主大意安怎样解说？当然，嗰种头拄我咧讲，大人大种啊，唔通大主大意，表示即句大主大意原来反面的无唔对。咱比平来讲，公司内底咧上班，考完有考完的职务。有当着啊，有诶代志，毋是你会当裁决，就爱科长才会当当迄粒因啊。结果你家己因啊，甲当落，安尼叫做大主大意，超过你诶权限去决定代志，就是大主大意。做工课想了无够彻底，无够详细，做到半中途，骹桶开花漏开，时到人就甲咱念，甲咱嫌，甲咱指责讲你毋通安尼大主大意，就是不该咱家己拍算诶，也是讲代志想了无够周至诶，结果到尾啊，他的替帮做不着困难。人就讲咱安尼大主大意，当然咱知影即个大台语几落音哦。那白话音讲做大，汉文音咧，汉文音讲做大。大人啊，后摆我唔敢即个大，即个大原来有成语哦，原来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，讲大神大道，啥做大神大道？咱也来比拼。来比拼讲，咱有咧信民间的宗教信仰者的观众朋友，我讲一句你就了解，就是讲玉帝有出玉旨，有铁方的，这叫做大神大道。啊，当然啦，我哪有迄个玉帝无铁方的，我哪真灵感的？咱知影，各地头的姑娘庙啦、有院讲啦、百姓讲啦，这都无准算。啊，当然，这句大神大道，原来另外现代社会有一种解说，讲哦，我拜的先生，我拜的老师拢大神大道。简单讲。就是拢是名门正派意思就对了。